内地消息来关心，明年2024年咱要举办总统大选，国民党即马还未确定要派谁出来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有提出和平拼经济政见。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伫昨昏是讲，5·1劳动节已经为全国拢爱休假。若民众党的郭文哲是表示支持。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甲美国情报局的安全顾问波顿见面，来拼外交。 with China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and more broadly, and what concretely we can d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 get even closer, to have more cooperation, more discussion on. 即件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波顿讲台海局势，副总统赖清德发声美方协助台湾，能够让台湾加入 CPTPP， 然后也能够跟美国进一步的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5·1劳动节各多是放假加拉条件大拜拜，赖清德致辞也感谢劳工拼基层和劳工选票。以郭台铭当总统，让他可以好运旺旺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去高雄参加立委参选人座谈，就算联合报民调拿赢4成支持，后过配也积极争取出线，佮参加政治规协会领袖讲座，提出和平拼经济政见。2024选举，全世界都在看。 台湾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共同发展科技，共同发展经济，把战争摆在一边。只要我不寻求独立。新北市长侯友宜进前提出劳动节全国放一天，新北市议会5·1总质询，南洋议员全改书面，互联也批评放空城，南洋基层也要成立侯友宜自由会全台串联互相助攻。 国民党5·1停课工，伫咧面册表态主张立法保障亲一假，认定国定假日定出办法，应该尽量统一回归劳动节初衷，互休假有春秋，保障劳工兼顾家庭。记者综合报道。